来消息咯，咱家看早起有一寡伫台湾工作的外国劳工去行政院头前抗议。因讲虽然防疫放令，也毋过咱的政府佮继续以防疫做理由，要求因出入境的时阵，共款爱提出相关的检疫证明，因认为讲这根本就是对因的歧视。 Only migrant workers here have their quarantine in Taiwan. What a big discrimination. We need to abolish the government quarantine policy to lessen the burden of the migrant worker. 正10个外籍蓝领劳工伫行政院前讲出心声，抗议防疫政策放令了后，劳动部对外籍蓝领劳工的出入，也是设立防疫接机、检疫隔离、网络登录等等的关卡。同时，家庭看护工职业工会批评，这个规定颠倒好康着中人。 有这么多1、2、3、4、5、6这么多的关卡，他必须要过，又这么多是移工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或自己的资格上网去登录的这个状态之下，就形成了中介会跟他们不断索要费用，所谓不给钱不服务。 外籍劳工团体提出诉求，要求行政院做主，指示劳动部撤销无合理的规定，让蓝领的劳工恢复到疫情进前，只要入境就会当自由行动的待遇。劳动部回应，一寡劳工需要面对老大人，也是有儿童，所以针对特殊的个案，也是有隔离的需要。 但是因为社福类的移工他必须要接触的是高风险重症的一些对象，包括65岁的长者跟6岁以下的小孩，或者是免疫力低下或不全者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必须是在雇主的同意情况之下，才能在就是说雇主的家里，或是就是员工的宿舍，才能做自主防疫。那也必须要每天快筛阴性才能够就说工作。 针对其他的防疫规定，劳动部表示，目前有咧讨论，会配合指挥中心调整外籍蓝领劳工的检疫政策。记者麦上英、曾俊佑台北报道。